AI 做個人 IP 唔係追風口，而係修煉未來嘅自己。而家講 AI 唔再係關唔關我事嘅問題，而係我點樣同佢一齊成長嘅問題。好多人一見到 AI 就即刻諗，會唔會取代我，會唔會令我失業？但真正值得思考嘅唔係 AI 會唔會改變世界，而係我哋有冇準備好去成為改變之後仲有價值嘅人。個人 IP 呢個概念表面上係建立形象、內容、影響力，但本質上其實係建立一個可以持續學習、持續進化、持續被信任嘅自己。 AI 可以幫你加速表達、整理知識、分析資料、生成內容，但係 AI 唔可以代替你思考，唔可以代替你做人，亦唔可以代替你承擔選擇嘅後果。所以真正有深度嘅個人 IP 唔係我識幾多工具，而係我點樣用工具令自己變得更清醒、更有判斷力、更有使命感。學習未來唔再只係為咗考試、升職、揾工，而係為咗建立一種能力，面對未知時唔會慌，面對變化時唔會散。 AI 時代最珍貴嘅不一定係最快學識，而係最懂得更新自己。因為世界變得太快，舊知識未必錯，但可能已經唔夠。一個有遠見嘅人唔會只問我今日學咗啲乜，仲會問我今日有冇比尋日更接近未來。做個人 IP 最忌嘅係包裝大過內容，聲量大過實力。你可以靠 AI 做出更靚嘅文案、更快嘅影片、更吸引嘅封面，但如果你冇真正嘅思考、經驗同價值觀，外表再亮眼亦只係短暫吸引。真正令人願意追隨嘅人唔係最識講，而係最值得聽。因為佢講嘅唔只係資訊，而係觀點；唔只係答案，而係方向。未來嘅挑戰唔係有冇 AI， 而係你仲剩低咩係 AI 代替唔到。你嘅審美、判斷、同理心、責任感、堅持、反思，全部都係你個人 IP 嘅核心。而呢啲唔係一日建立到，係靠一次次選擇、一次次學習、一次次跌倒之後重新整理出嚟。所以與其驚 AI 太強，不如問自己，我有冇趁呢個時代鍛煉一個更強嘅自己？我有冇將學習變成一種習慣？我有冇將個人 IP 建立喺真實價值之上，而唔係表面流量之上？最終 AI 唔係你嘅終點，亦唔係你嘅敵人，佢只係一面鏡，照出你有幾努力，有幾清醒，有幾願意成為更好嘅自己。